屬鼠嘅朋友咧，今年係犯太歲嘅一年嚟㗎。咁逢係犯太歲，當然就會比較負面一啲啦。咁例如個變化啦，波動比較大一啲嘅。咁包括咗事業啦、感情啦、學業啦、人際關係啦等等嘅嘢嘅。咁當然心情亦都會比較差一啲啦。嗱，反而咁多樣嘢裏邊咧，財運嘅影響就比較少一啲嘅，甚至乎會遇到一啲好嘅機會，賺到多少少錢添。咁至於有幾個月份咧，佢就需要特別注意翻下嘅。咁就包括咗農曆嘅2月啦、5月啦、農曆嘅6月同埋農曆嘅8月等等嘅。咁呢4個月份咧，個運勢會特別反覆嘅。屬鼠嘅朋友今年咧吉星就有月空星嘅，咁係代表咗有解困解決嘅意思，咁亦都有逢凶化吉嘅作用噶。咁所以對於犯太歲嘅朋友嚟講咧，咁算係一粒好星噶。咁另外啦，空星咧仲有大耗噶，大耗咧本身係代表咗有大啲嘅破財噶，咁亦都因為今年屬鼠嘅朋友係犯太歲啦，咁本身已經唔係太穩定噶啦。嗱，若果咧今年係考慮想買車或者買樓咧，咁咧就可以索性我嚟應咗佢啦。空星嗰方面咧就有天哭同埋歲破嘅，咁代表咗咧會容易因為變動而引致到自己嘅情緒唔係太穩定噶。嗱，呢一啲嘅唔好情緒咧，當然就會對你嘅工作、愛情同埋健康咧都會出現一啲唔好嘅影響，咁所以咧就需要保持翻下正能量啦。嗱，如果咧想減輕今年嘅破財機會嘅話咧，咁就可以喺2月4號立春日之後，喺屋企嘅東北方擺放一個玻璃花樽嘅，咁而且咧就入咗2/3嘅清水，咁當然啦，呢一啲嘅清水就需要定期咁更換啦。嗱，如果你嘅東北方係屬於大門所在嘅位置，咁就可以鋪一張湖水藍或者係藍色嘅地氈。咁如果你嘅東北方係屬於睡房嘅範圍咧，咁就可以多啲用一啲湖水藍或者係藍色啦，又或者係波浪紋嘅床笠被鋪嘅。今年嘅正財位咧係喺正南方嘅，咁不妨喺呢一個位置咧擺一把風扇喺度，咁而且咧就多啲開住，咁就可以嚟催旺翻你嗰個財運啦。另外，針對翻個人嘅情緒問題，咁提升翻下個人嘅情緒比較積極啲咯，甚至乎係提升個人嘅人緣運，包括咗桃花運咧，咁就可以喺2月4號立春日之後，喺屋企嘅中央範圍，咁啊擺放一盆水種嘅植物，例如係富貴竹、開運竹等等。咁若果你嘅中央位置係屬於走廊位嘅話咧，咁就可以掛一幅蓮花畫啦、荷花畫，又或者係一啲好燦爛花卉嘅照片，又或者係畫等等嘅。嗱，另外啦，喺今年嘅西北方咧就屬於災位嘅，咁不妨喺呢一個位置嗰度擺放一個金屬嘅撞海鐘嚟到去減輕今年災星所帶嚟嘅影響嘅。